好，我係二建班金婉容。今日我要為大家表演的樂曲是《大魚》。
大家想要表演嘅話，就記住要報名參加5間展才華啦！大家好，我叫葉樂嘉，我今日要介紹嘅書就係說給兒童嘅偉人歷史玄奘。為咗修行佛法，年輕嘅玄奘孤身長途跋涉到天竺取經，一路傲然咁西行，無論遇到咩困難都絕唔回頭。係點樣嘅一種求知精神？係點樣嘅一種大無畏精神，先可以一心嚴謹自學，置之於道，完成佛法嘅宣揚呢？而家就讓我哋認識下呢一位名人啦。玄奘大師幼年時就聰明好學，少年出家嘅時候仲係勤奮用功，13歲嘅時候就可以登坐喺大眾前復讀經論啦。喺博覽國家中論典籍嘅時候，發現國中所說彼此不一，於是同兄長參訪四方，宿得其立，想要解開心中嘅疑惑，但係終究唔可以喺論辯中釋疑，於是玄奘就發願西行天竺，以求真法，唯有將原典精準咁譯出，以釋眾疑，佛法先可以繼續喺東土遺傳，利益世人。道友佢哋都不惜咁道別，從古至今，好少人先可以越過險惡多變嘅大漠、流沙同埋冰封雪埋嘅蔥嶺啊！寧要好好珍惜自己嘅軀命，先可以弘傳佛法。玄奘法師何嘗不知道此路途艱難重重，但係為咗佛法，為咗眾生，為咗道業，再大困難佢都要克服。意志堅定嘅佢踏上往西天求法嘅路程。由於邊界戰事啱啱停止嘅緣故，關防嚴謹，不許百姓出境。幸好喺每一次嘅困境上都有虔敬嘅佛弟子協助，而迅速咁西出玉門關。一望無際嘅黃沙，隨住狂風不時席捲過來，沙漠中嘅烈陽同焗爐一樣熱，高溫酷熱的天氣蒸得人馬俱疲。沙漠彷彿冇盡頭嘅天地，常常讓人懷疑咗自己係咪迷路咗。一堆堆無名嘅白骨就係沙路中唯一嘅指路標，神流魅影不時喺前方晃動。人馬滴水未沾咁行走咗5日4夜，飢餓同熱嘅交戰，玄奘終之不知倒地。喺極度嘅困頓中，玄奘始終虔敬咁默念觀世音菩薩聖號不停，祈願菩薩慈憫東土眾生，保佑此次西行求法的願望能夠實現。忽然一種涼風吹拂，振奮咗疲倦嘅玄奘法師，人與馬再度起行，馬兒就好似識得路咁樣飛奔去一處綠草甘泉，泉水甘美，飲入口中疲倦盡消。呢一切都來得正係時候，正係菩薩嘅慈憫化現。於是重新備妥水如草糧，懷住感恩同埋信心繼續西行，歷經重重嘅險難同埋困厄，終於到達咗天竺國。玄奘喺那爛陀寺鑽研諸經論疏，其後又往天竺其他國家參訪高嚴。唐朝貞觀17年，玄奘大師辭別，各國國援懇切挽留，大眾不捨。佢都係依然東行返國，同樣咁經過漫漫長路，所不同嘅係行李裏裝滿住珍貴嘅法寶，657部梵文聖典。大師嘅智慧、平等嘅胸懷，甚得唐太宗敬重，並於長安建譯經院，提供大師作為禪讓佛陀為法嘅譯經場地。在喺譯經嘅19年當中，玄奘大師先喺雲福寺、大慈恩寺、玉華寺領導翻譯經論75部，1335卷，為後世留下彌足珍貴，開啟大覺智慧之漢譯寶典。最後佢唔單止完成咗佛經嘅翻譯，更著作咗佛教重要嘅文獻《大唐西域記》。你睇下呢一個就係玄奘之路嘅地圖啦。玄奘嘅故事令我哋明白有決心、膽識同埋智慧就可以成就偉大嘅事。有興趣閱讀呢一個故事嘅同學，
有得閒就可以到香港教育城 e 閱讀計劃平台呢度閱讀呢一本電子書啦。多謝大家。